有民众发起联署提案，讲要互台湾争做亚洲头一礼拜休3天的国家。不过，劳动部和行政总署有去问过相关的机关和团体，大部分拢表示讲，目前台湾欠工问题是真严重，现处时呢要一礼拜休3天可能是有困难，会以落实一礼拜休2天，遵守着劳基法的基本工时为主。民众联署提案，要互台湾争做第一礼拜休3天的国家。不过，劳动部甲行政总署定新劳方自访者团体回征意见了后，认为一礼拜休3天对生活作息方面影响较大，加上国外无公司部门全面实施的前例，相关大条件甲配套还未完备，无适合。尤其是劳工的部分，都有去体认到，目前来讲，现阶段真的要实施全面性的周休3日。或者是在这边进一步缩短法定的正常工时，在目前确实都还有一些待努力的这个部分。劳动部分析，若一礼拜休3天会影响国军训练成效、学生受教权、课程安排等，也影响公务机关的服务品质，无方便民众。另外，企业经营3年降价，国际客户会流失，人力欠缺，用人成本增加，会减少后不计企业减少金融交易，证券商收入也减少。重点不在周休3日啦，重点在年总工时的下降，劳工有更加自主的去安排他的工时的这个权利，年总工时要有效的下降。鼓励在你的产业性质比较可以的管理上面来讲比较有效率的企业，你如果要周休3日，或许给他表扬等等，这时候不大适合用立法的方式全面推动。目前全世界就阿拉伯联合大公告一礼拜休2天半，其中的沙加酋长讲，政府员工实施一礼拜休3天，冰岛试办一礼拜休3天，每礼拜工时减少到35点钟。英国也捌试办过，不过拢是小规模试验，拢是以维持薪水做前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